你哋有冇遇過啲上司明明咩都唔識，開會時就自信爆棚？又或者你有冇朋友啱啱開始做 gym， 上咗幾堂就成日教人做 gym， 你應該咁樣練，咁先啱㗎。今日要講嘅係鄧寧克魯格效應。喺美國有一位叫做 MacArthur Wheeler 嘅男人，佢細個嗰陣做科學實驗，佢將檸檬汁搽喺張紙上面，發現可以用檸檬汁當隱形墨水用，佢就忽發奇想，只要喺自己塊面度搽檸檬汁，咁咪可以好似細個嗰陣寫隱形字一樣咯。所以佢就信心爆棚咁走入銀行打劫，仲對住個閉路電視笑，堅信自己揞咗刑。梗係啦，差人好快就拉咗佢，佢最後仲因為呢單嘢判咗24年半監添。呢個唔係電影橋段，而係真係喺1995年美國匹茲堡發生嘅檸檬汁打劫銀行事件。呢件事亦都啟發咗兩位心理學家大衛、鄧寧同賈斯丁克魯格喺1999年做咗一連串嘅實驗。鄧寧克魯格喺唔同方面做咗各種範疇嘅實驗，包括邏輯推理、語言同埋幽默感。發現能力比較差嗰2成半參加者，成日都覺得自己表現好過一般人，反而能力強嘅人就會低估自己同其他人嘅差距。原因可以有好多種嘅，基礎知識唔夠，會搞到一個人連自己究竟有啲咩唔識都唔知，好易覺得自己已經乜都識晒。有人天生就覺得自己好叻，唔想面對自己唔夠好嘅事實，所以潛意識會抬高自己，保護自尊心。鄧寧克魯格曲線。心理學家發現，當我哋學緊新嘢嗰陣，自信心會跟住以下嘅變化走。呢個情況就係大家成日講嘅愚昧之巔同絕望之谷啦。就以為自己乜都識，自信爆棚就係企咗喺愚昧嘅山頂度，發現原來有好多嘢都唔識，信心急跌就會進入絕望之谷嘅狀態。知識多咗，技巧好咗，信心慢慢翻嚟，識嘅嘢都豐富晒。點樣先至唔會跌落呢個陷阱度呢？持續學習，保持好奇心，不斷學新嘢，接受批評，主動聽下意見，唔好怕俾人話。自我檢討，定期諗下自己喺呢方面仲有啲乜嘢唔識，唔好怕認自己唔識。總結嚟講，鄧寧克魯格效應唔單止係一個心理現象，更加提醒我哋要謙虛做人，唔好識少少就扮代表，識得越多反而要越謙卑，因為世界好大，知識係學極都學唔完噶。會唔會諗起你老細呢？中意嘅記得俾個讚啊，同埋去留言區分享，多謝。